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实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听即号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的真实来敬拜。感谢敬拜团来带领咱祷告。我们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仰望神，就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透过这首诗歌，能感受到神是如此的照顾我们，也是在各种环境中我们的盼望。如果方便的话，邀请大家可以一起站立来赞美神。使我们能更像神的样式，开我们的眼和耳，使我们能看见也听见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智慧与受教的心，让我们明白你所有的旨意。
你着一心一性一意敬主你的上帝。世界是我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知亲像讲，你着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解是关于我甲身体的总分头。我就这个解着你，就是你着三听。是我较听你，你也着完全三听。你若三听，正若要对安尼，你是我的核心。请坐。这是咱来的启应。启应文第11篇诗篇42篇。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像鹿切切羡慕溪水。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明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你叫我无线，你的上帝哪落？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伊到上帝的厝。我对咱遮的事，我的心啊，你啥事不足？恁着仰望上帝，因为的名仰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不足。你的瀑布出声，就深渊甲深渊相叫应。总是耶和华日时，要施出伊的慈爱。来求赏赐我活命的上帝。你啥事无记得我？我的对敌支持我，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啥事不足？你着仰望上帝。伊是我的面的阳光。现在阿头来祈祷。慈悲疼爱的爸，阮感谢你，阮搁一摆组织伫遮来敬拜你。阮感谢主，因为有你的话语，互阮伫这纷乱的世界中，找到一条明确的路。这个世界变化真大，无论是世界局势、经济的变化，甲政治的分裂，拢互现代的阮承受着一种无明的压力。阮希望借着主的话，来互世间人知，这个世界毋是倚靠势力，也毋是倚靠才能，是爱倚靠主耶稣的圣名来得胜。阮求主的圣神帮助台湾，互台湾会通成做一个安全和谐、主喜爱的所在。阮伫遮也为身躯边疼、拄着困难的兄弟姊妹祈求，求主互因虽然伫艰苦中，但有你的话伫伊的心内，互伊的心内因为有主来得到平安。求主的圣神甲因三角地带，帮助因早日脱离生活的困境。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写请团结来传咱儿乐。
公堂正经记载伫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到27节。对迄牒起，耶稣才指示伊的学生知，伊着去耶路撒冷，对遮的长老、祭司头、经学士受着济济苦楚，可受害死。第3日搁活。彼得牵伊责备伊讲：主啊，千万毋通，即个决断无要到伫你。耶稣目转身，甲彼得讲：撒旦，摕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头碍，因为你想毋是上帝的事，因为你所想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迄时，耶稣甲伊的学生讲：人若爱对我，就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对我，因为既若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既若为着我来失落伊的性命的，要得着伊。人若得着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也是人要出啥物来兑换伊的性命？因为人子用伊的爸的荣光，甲伊的天使要来，迄时要照逐人的所行来报应。以上，咱请创基乐来为咱讲道。今日说平安。平安。今仔虽然有小可落雨吼，我本来想讲安尼来分享会较人会较知道，结果咱人伫倒来真提早来，来到伫即个所在时阵，我毋知到尾倒来，就感觉讲规个心情足快乐的，充满着喜乐。来到遮要调起上帝时阵，心里真欢喜，甲准备讲平安。平安。足欢喜的平安，平安甲喜乐是共款一句话。哦，咱伫遮三个真欢喜，昨行迄个普文长老、各位长老，因去看迄个咱的罗执事娘。哇，迄个所在吼，伊讲本来住伫搁较顶悬，一个足悬的所在啦。讲啥物爬起来先3楼，啊因住7楼的，啊着行10楼呢吼。我毋知有听对无？我行10楼，我看一日来行去就无想要落来啊。啊，总是遮大迄个所在风景真水。昨日听着罗执事娘讲吼，伊咧买厝，敢若咧买菜咧。迄我听一个甲上帝测者讲，伊的心拢用较好。伊讲人要买一间厝，拢甲迄个罗执事说，啊你着去祈祷，啊伊着去祈祷上帝讲明仔载吼，我则想要讲阮住9楼，伊问阮3楼，问阮即个社区有一间厝通买啊。啊上帝，阮即社区拢无通买啊，上帝你我一间厝讲伊祈祷了，过落来吼，要倒份做落来，讲伫前尾厝一个人咧问讲，啊吼，我想要卖厝吼，啊毋知你怎联络，你听着讲来，我来甲你讲。我过来变做经验啦，对做人是有幸福啊。当到70几岁时阵，我厝电话甲讲，对做人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一世人，你会撞到真济，你会遇到很多不可逆的事情，你会遇到很多你很难过，你足难过，你足感觉讲无应该拄到的代志。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上帝给你一个考验啊，上帝给你一个试探。这经过了后，你反而更上一层楼。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你反而更得到主的照顾。我甲我明先兄，伊徛台积电，伊是台积电的下游工厂。现在台积电吼，一直比较乱的嘛吼，到底台积电应该到美国投资很多，还是投资很少？现在比较乱，然后他就讲说，现在我们也难过呢。如果招聘一堆人来啊，万一产量没那么多嘞，啊，万一这些人来产量又扩大怎么办？现在大家都面临着考验，然后讲一句话，一切交托上帝。我想什么都交托给上帝的时候，这辈子一路走来，你会发现到真正的奇妙。跟随主
前行，啥物都唔惊。你觉得那是很美的事情？我想特殊代志讲，我当着迄个姚弟兄甲讲，你爸今日敢会来啊？三点半呢？伊讲会啊，应该可能会来啦，唔啊直直去啊。三点半呢？哦，3点半该就好呢。可是我觉得靠主的心，见主的心没有改变啊，很美的事情呢。我们今天怎么样跟随主？我要跟随你耶！我真的要跟随主这一辈子的脚步里面，在跟随主，对主的脚步。像咱周星伊搁在对主的人有幸福，咱就忧愁真快乐。你会觉得突然感觉到这一辈子里面，你觉得很快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慢慢都过去了。即摆当着的代志吼，一只个大风大雨来，你感觉讲啊，不要紧的，咪就过啊。佮偌大的风台，啊嘛是会过；佮土石流来，啊嘛是会重建。都觉得说世界上也没什么你值得感觉讲真无法度能承受的事情，来吧，有什么事情来吧，主耶稣帮我们挡着，一切都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耶稣当时选4个门徒的时候是2对兄弟，一对是什么？彼得跟安德烈。然后说照马太圣经刚才圣经所讲是，主耶稣说，他们2个在那边，如果说再回溯路加跟约翰，你会发觉到说，路加跟马可你会发觉到说，本来彼得跟安德烈在那边捕鱼啊，捕了老半天，有没有打到鱼？没有没有。主耶稣说你们都打不到鱼哦，好，向水深之处最小区面所在啦。下完，你说，我专家呢，我是捕鱼专家，你耶稣怎么是专家？啊，你叫我整晚都捕不到鱼，你叫我这样爬湾来抓鱼，这个真的是好像在开玩笑嘛，就像你在我面前一直这么侃侃而谈法律，虽然我不太懂，但是我懂一点点，应该比你懂一点点吧？他们想说反正捕不到鱼嘛，死马当活马医嘛，捕不到鱼我就撒网下去。结果呢，鱼多的啊，鱼济到抓袂，叫比尔说紧来啦，紧来啦，来网收地鱼啦，隔壁村说紧来的时阵，他说彼得做一件事情，跟他说彼得讲说我是个罪人呐，真是的我唔知你，那个跟随主耶稣啊，彼得跟安德烈跟随主耶稣，你觉得是第1次还是第2次？他连续2次他跟随主耶稣，主耶稣把他呼召以后，他跟随主耶稣以后，他照对抓鱼啦。第2次才跟随主耶稣，这必定惯例啦吼。主耶稣基督受点是毋加死，埋葬落阴府，主耶稣基督搁活，然后彼得做啥工过？搁走去抓鱼。主耶稣基督甲问3摆讲你有听我无？你这人足古锥的呢，这人在些感觉讲足粗鲁的人，但是对主耶稣基督伊若特别咧时阵足红声。我上听你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有听彼得无？就听彼得了，说你是磐石就会在建立在你之上。所以有一对兄弟，那个兄弟如果考古起来的话，应该是耶稣的妹妹，跟玛利亚的妹妹，那个主耶稣基督的亲戚。这对兄弟就是我们所称的那个约翰跟马可。我们在这约翰跟就是在招呼这西比泰的2个儿子是雅各跟约翰，这2个人，雅各我们就很少听到他的名字，可是约翰我们就经常听到他的名字，因为他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经常带彼得、约翰上去，为什么？他最爱他的，甚至耶稣在变支架的时候会说：“看呐，你的母亲。”在我们母亲节的时候特别来讲这一段，它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怎么跟随呢？我们来看他们怎么去跟随主。我们在看的时候，昨天我们突然我们在跟罗技书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一世人分对数，罗技书的爸爸是传道呢，然后他们就跑到大陆那边去传道。
一世人摆伫咧想讲，这一个老牧师，这个老牧师古早的骹条拢足水的，这个老牧师的后代一直想着讲，哎哟，足奇怪哦，足奇妙的啦，毋是奇，足奇妙的。这个老牧师的后代哦，上帝拢足祝福的啦。大家都足祝福这个老牧师的后代，因为着上帝时间咧批命，你莫伫这个老牧师的身上。听着一句话讲，我咧计较我安尼刣，其他你一个月刣无甲我加薪水，无甲我加谢礼，他们从来没有。我伫普渡教会，阮迄个牧师吼，地中的牧师是拢家己住边仔种菜，迄教会都无啥钱互伊啊，家己种菜来食。我无顶礼拜咧讲，阮后壁中年教会，伊中年教会去的时阵，伊迄间教会都无人要去，都无几个人啊，教会破破烂烂。啊，伊都有人若要来志愿来，义务来甲斗相共，拢无方便。毋但阮后壁有资格通去，啊无啥物人，一个是人伊读无了啦，啥物人要请伊去？你都无想过阮即个新人教育啊，阮后壁就去，啊去啊，结果会友开始伫坐啊，一切拢是感谢。所以咱看着后半段大体先耶稣咧呼召遮个学生的时阵就好，逐个忙拍咧随对耶稣。伊迄阵就想讲弥赛亚要来啊，这个弥赛亚受膏者，他要来做什么？就像马加比王朝一样，他要来做什么革命？他们要推翻罗马政府。哇，耶稣要做王，所以就立刻跟随。本来他忙着来跟随的是那个施洗约翰，哎，他立刻跟随耶稣。哇，以后我搞不好做一个左宰相，一个右宰相，哇，这个王朝太美了。我相信各位哈，如果你们知道赖清德会当总统，你一定想尽办法去跟他交朋友。如果他当总统，搞不好你都可以当部长。这波你吃过，你上次这个机会，我才应该跟你讲，老早你就要在一起，你就要当国安局长。但是他们在想说，我跟随耶稣以后，我可以当到很大的官，我可以在耶稣王朝来临的时候，我就可以做很大的事业，做很大的官呢。所以他就跟随耶稣哎。所以等耶稣说，哎，我告诉你啊，我会受许多苦哎，会受法利赛人那个文士、那些祭司、法利赛人、那个监察书这几条会迫害我呢。我会向抬起呢，我第三日要讲啊，比如讲，哦哟，唔通啦，你是要做王的呢？主耶稣基督啊，你要做王，你唔通用抬起啦，你袂使叫这些，千万唔通啦。咱来继续看落吼，耶稣讲啥？撒旦退去，撒旦退去，因为这些话是撒旦。我来就是为人类受苦，我来就是为钉十字架的，我来就是为了救赎。你怎么叫我说不可以的？可是耶稣在责怪彼得，是有一个很爱他的心理在责怪他，说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最近我现在在思考这句话，要以善胜恶，难不难？很难的。到我70几岁，我才发觉到说，真的以善胜恶，你会得到最大的胜利。就像你对你的敌人用炭火在他的口中，放在他的口中，反而是一种凌辱。我们都是报复，可是你把炭火放在他口中，他邀你给他吃，上帝的祝福给你更多哎。比如说哦，那不可以啦，我们就看回想彼得跟主的初衷，他讲什么？当初主耶稣召他来的时候说：“你来跟随我，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真的开去了呢。理论上来讲应该不会嘞。彼得是专家呢，耶稣不是专家哎，捕鱼专家是彼得哎。我整夜都抓不到鱼，竟然有一个外行人跟我讲说，你再开船到水深的地方去撒网捕鱼。这简直是开玩笑嘛，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好了，我开去看看，跟从啊。耶稣叫他去做，好了，我去做，不管勉强，不管不勉强，我就是去做。结果收获满满的。第二次耶稣到了他的时候，在加利利海边，来，他先招安德烈，其实安德烈是第一个门徒，跟安德烈讲，安德烈这个人哦，
我们圣经很少记载安德烈，其实我最欣赏是安德烈，因为安德烈是默默在做工。记得五饼二鱼没有？那是安德烈带小孩来的。耶稣讲什么他就信什么，他就相信耶稣讲的话，他就照着去做。安德烈，主耶稣招呼他的时候，他立刻介绍他是第一个门徒，立刻去跟他哥哥讲，跟彼得讲说，哎，我遇到弥赛亚，来，我们来跟踪他。安德烈都没有丝毫的怀疑耶，所以在安德烈的时候，当捕鱼的时候，他抓到那么多鱼，彼得是性情中人，立刻跪下去，主啊，我是个罪人呐，我不对呀、安德烈是默默的看，我就本来就相信他就是救主哎，但是圣灵充满在他身上哎，安德烈真的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虽然在四福音书里面很少记载安德烈，记载过3次而已。但相对的，安德烈是我所钦佩的，因为他是默默为主工作，而且完全的相信。那我们来看看这4个门徒里面，这我昨天晚上提特别属于导了，我刚刚说，我来提出来，因为我一直在回想说，耶稣的4个门徒，结果我就把这一张，就昨天要做这一张出来，彼得跟安德烈，第一个家庭。主耶稣所呼召的，我们看彼得是什么？他是第2次的呼召呢。他们两个第1次是安德烈，然后去跟彼得讲说，他们跟随耶稣之后，他们又回去捕鱼。到第2次，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说真的，对他们来讲，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所以第2次呼召的时候，耶稣讲呼召他是说，我要让你得救，我要让你成为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你会有份。所以第2次呼召，主耶稣讲一句名言：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呀、就是你要得人啊。第一个是只有你得救，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希望我们不但得救，更重要是什么？我们要得人。我每次为什么要讲美娥姐，应该讲天娥姐哈？为什么每次要讲她？因为我觉得她有个特色。他只要看到任何人，他都会传福音。他的脸皮很厚，高明不会。可是上帝就是喜欢看高明不会。美丽姐也好啊，那孔子这也好啊，把叫高明不会。上帝喜欢，上帝希望那个高明不会呢，将那个福音传出去。然后传出去不是嘴巴讲，是用爱。我讲爱，我讲的比较白了，你肚子饿你去找他，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相对的每一个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大小，在上帝的面前是一家人。唯一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然后我们所看到的安德烈是做什么？是完全相信的，完全的跟随啊。主耶稣说，那个到加利利的那一边呢，我跑到那边去，结果很多人就早跑去那边占位置啊，听耶稣讲道啊，讲到快黄昏的时候，门徒说：“先生啊，叫他们回去吧，这么远的地方没有东西吃了啦。”耶稣说：“没有东西吃，你们弄东西给他吃啊。”怎么可能？这个地方纵然有人在卖东西，也不可能给5000个人。5000个人是指男生哦，女生不算哦，小孩也不算哦。所以算一算，搞不好1万个人都有。那个地方那么大的一个地方，怎么可能拿东西？只有一个人相信，安德烈。安德烈相信去找，你们谁有带晚餐来？看到一个小孩子带了5饼2鱼。想见得到那个2鱼，那2条鱼一定是风干的啦，否则怎么可能带整天？它饼干当然以前饼干带整天是没问题嘛，以前就是烤的饼干。他竟然敢把这个小孩子5饼2鱼带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啊，我就找到这个小孩有5饼2鱼。”耶稣说：“够了，5饼2鱼够不够？”我相信在座的问各位说，今天5000个人5饼2鱼够不够？不够嘛，怎么够？不要说5饼2鱼，500个饼，200条鱼都不够，可是它是够啦。祝祷完之后给
给大家吃完，还有12天12个篮子里面的鱼耶，跟饼哎，够不够？够。所以你有的要再给你，没有的连你的都要拿走。你有5000个，你就要5000个的才能；2000个，你就2000个才能。不要给那1000个埋在地上。上帝给你的才能，你就用出来，越用越多。所以上帝说，你那个1000个你埋在地上，我连那1000个拿出来要分给他们，你的我都全都不给你。所以我们记住，上帝给我们的才能，你使用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在看到这2个兄弟，也就是第二次耶稣复到，其实是他的亲戚啊，西比泰。如果我们西比泰囝，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可以看得出来，西比泰吼，较丢船呢，家己请人掠鱼呢。西比泰好业无？好业人呢。西比泰是好业人呢。咱国家约翰，唔通讲约西啦吼，咱国家约翰，西比泰即2个囡仔吼，拄啊住咧保王呢。迄表示讲，伊今仔鱼仔嘛掠了啊呢，因趁有钱啊呢。趁有钱了，住咧保望的时阵，耶稣过搭甲伊讲来跟对我。伊做啥物呢？伊住咧保望时阵，伊做啥代志？咱注意看圣经，这圣经记载很好玩。他讲说，他那个舍去船，表示做哪一点啊？拜别父，伊家老爸拜别。啊你可能你问我，啊他无拜别母，母亲不重要吗？母亲很重要诶。竟然，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十字架上面等我们4月13号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受难周的时候，我们会讲十字架上3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西比泰的妻子。自从他们2个儿子跟随耶稣以后，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看得出来，西比泰的妻子就撒罗米，她一直跟随着耶稣诶。你知道那个时代，一个妇女要跟随他们翻山越岭到偏僻的地方是多不方便，而且圣经记载什么？供给他的需要。西比泰有钱呢，他既然钱是花在耶稣的身上，我的耶稣什么钱都没有啊，供给他们的粮食虽然说照顾他们2个儿子，也是照顾所有的门徒，所有的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圣经写说拜别父亲，其实他妈妈一直在那边等着，没关系，我跟你们走。圣经没有这样记载，我相信圣经有记载，说来妈妈跟你们走。这3年多，妈妈就跟着他们这样传福音呢，来照顾他们。他不是讲大道理，而是默默的在照顾。所以我们有时候念圣经的时候，念在马大、玛利亚跟那个拉萨路、马大、玛利亚，咱讲马大姐啦。有人讲马大姐较无福气啊，玛利亚较有福气。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啦，他只是圣经是说玛利亚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其实马大也得到祝福呢。咱家女选吼，咱讲马大姐啊，咱家女选吼，足好做足好做食。其实吼，你有足歹心的做食，过生活摕倒来我食，我对你节食啊吼，你着莫摕倒来，你着摕倒来，我佫无食，佫对不起我家己啊。所以我佫甲食，食了，我好明仔载我当天无爱食，明仔载佫摕倒来，我佫食，我后日我当天无爱食。反正迄个明天永远不会到。但相对的，马大姐因了爱王破了补王呢。最后咱看到约翰做啥物代志？那个做补王的工课啊。伊接玛利亚去带亚细亚市的教会做总统啊，伊搁伫茫茫海岛写启示录啊。伊完全因有问题，耶路撒冷代讲袂记嘛是约翰出来解决的啊。替伊解决，拢当做迄个保望，拢当完全咧做迄个防止异端的工课，完全即个网甲保护起来。这个我们教会也需要这种人呢，完全在补网的工作。也就是说，这教会有人完全在后面做一个支援后援的工作。我们就看到左边这个是什么？中山教会，这是我们台北的中山教会。以前那个是主要是叫做告别式的消防局工会，这中山教会哦，足大间足水的呢，上面有灯笼，但是酒毋捌讲。阮过个教会嘛是有钟啦吼，听讲即嘛嘛无讲啦吼，咱只有咧讲。以前阮爸爸伫拢有咧讲。
啊，相对的嘛有一间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嘛是个井，啊伊井嘛无锁哦，咱看讲井下骹拢有一支锁啊，通带下骹扭，啊通来顾。迄个井吼足奇妙，我若假使来礼拜到奉献的时阵，即、个人若足诚心的奉献，井就会弹啦。啊，当然，即个传说百几工仔啦，但拢是讲迄都无可能尔，啊，井就挂伫遐，啊，无人叫伊，无人甲拔落来。哦，一礼拜了的时阵哦，伊住咧礼拜时阵哦，啊，突然间听到一个歌舞，啊，即个歌舞，伊先生过身名叫做歌舞，啊，连囡仔嘛无啊，伊讲剩一个人，啊，伊住身躯拄有一个囡仔，拄一箍啦。讲啊，不要紧啦，反正哦，反正剩一箍啊，我当出来做工课，啊，找无工课转纸啊，无即箍啊，无即箍甲奉献落啊。伊奉献拄啊奉献地奉献落的时阵，随一样代志钟响了，大家拢惊着讲，啊是啥是啥？啊，即个代志是真诶呢，钟响了，啊，咱看这歌卖读较短者，大家讲，伊奉献时阵种淡呢，师傅无讲有讲。啊！你奉献，啊！迄钱对咧来，讲无啦，毋是钱对咧来，我著通剩一箍尔。我是讲啊，既然有剩一箍，兼无剩一箍，差无偌济啊！啊，伊是讲甲奉献连落，无我本来嘛是要甲跳落，我著奉献，简单啊。所以咱会记一项代志，上重要一项代志就是讲，咱要对做行动的中间，咱有做一项代志无？咱要怎有思想？咱对做行动的中间，上重要是安怎呢？即个歹势，我咧跑者，耶稣我过来讲撒旦提起啊，若要跟对我，爱安怎？爱放杀家己，背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我。哦，安尼毋捌跟对耶稣咯，跟对耶稣足艰苦的呢，爱背十字架呢，不要跟随耶稣，毋通啊，好够艰苦。错，因为耶稣迄句话是安怎？若为着我。救家己性命得到的，一直想要摕到，反而会丧失生命。为了我失掉生命的，反而会得到生命。台语一句叫做“输输啊赢，赢赢输”，听有无？输输啊赢啦！你拢感觉你输，无一定的哦。输输啊赢，啊你拢感觉你赢，惊人变的变啊，拢啊对我赢，啊你输去。你要引带一个人来信主，讲一大堆道理，搁变啊两个人冤家啊，两个人规个面拢红起来，一直讲两个人在那边吵架，吵了老半天，就他就讲一句话，反正你变灵了，好啦，你们耶稣真的啦，我就是不信你能怎么样？不要变，不要论断，不要批判，用柔和温柔的声音，大家一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舍己的人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最大的好处是认清自己是罪人。会舍己的人会认清自己是罪人，是有限的，是无法救自己的。如果你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圣洁的人，我就做侪人拢讲伊圣洁哦，因为是正义界，基本上这里头有做侪是圣洁的哦。圣人的话，根本不会想舍己耶，根本不会看不起自己，就像我自己，我都觉得我看不起我自己。罪恶连连，我是个罪人。我在讲台讲，我是个罪人。你们都比我，每个都比我好，我是个罪人。会舍己的人，相对的，那个上个礼拜哦，应该上礼拜了哈，16号，那个咱的这院长了当中，啊，这个办公哦，毋知你晓得个啊吼，迄个有没有拢无吼，去查着。好害我哦，我看了一遍的呢。我上面爱去看迄个院长的罪行，啊上面我包好去，啊看伊讲啥物，佮半看啊半摇，啊你若无录音啊，我都毋知影，都听无声，爱用半摇，啊其实他有特别引用这个圣经节出来，有没有？你说你若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诫命，就是今日所吩咐的，谨守遵行，耶和华必使你什么？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很美的一句话，只要你们听从，肯舍弃自己。主耶稣也讲哦，为了我抛弃房子、妻子所有的一切的人，
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们要肯舍自己耶，肯舍得放下，你会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很美的意思，所以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以耶稣为我们的神居首位，让主耶稣基督，让神做我们中间教会的头。中间教会没有头啊，不是长老是头，是主是头。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头，其他都一样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失即是得，得即是失，所以还为我救自己的。像上次视频就像那个财主一样，哇，我好有钱呐、然后耶稣说，戆人啊，今天你要处理的性命啊，你有再多的钱有用吗？再多的钱死后变成遗产啊，遗产是别人花得很高兴啊，你的儿子可能为了遗产在吵架。我讲这个绝对不是空虚的语言哦。我当法官35年哦，看了为了遗产越有钱的人，为了遗产吵架的越多。反正讲出来可能不好意思，侯宇律先生很有钱嘛，台南关在犯了10年，吵了10年还没有吵完。现在延平山有某个人的棺材还放在那边，已经好几10年了，依然还在争财产。那我真的很谢谢我爸爸，他完全没有留下任何财产，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吵架。所以我3个兄弟感情都很好，绝对不会吵架。所以哦，我在想一想，你留下那么多财产，让你的后代去吵架干什么嘛？你为什么不用你奉献的我们东南的地方，就把那个钱出去，就盖教会，盖了很多的教会？啊，你不是觉得以后到天上，你又去看你的教会，觉得自己好高兴啊？就今天我跟那个我们的欧妈在讲说，台北圣教会要来我们教会演唱，我第一个先想到说，我们教会什么都得下，不要说这一排把全部都移走，他本身也不够啊。因为他在基督教会的时候有特别来我们基督教会演唱，一般都是在基督教会跟安乐教会。他觉得说，哎，基督教会很漂亮，而且那个会友很好，他们来演唱，好美的。台北圣教真的是很美的一个乐团，一个合唱团，这个唱出来你会觉得好感动。可是我比较烦恼是在哪里啊？我们教会全部都搬走，大概他们也容不下他们，反正我们下午再来讨论好了。但相对的，很多人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奉献。你跟他们说你们花那么多时间来奉献，他们说得就失啊，失就是得啊。养牙书是这样，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上，如果没有落在地上，就是一粒麦子啊。落在地上会结出很多的籽粒来啊。所以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是什么叫做肉？你们有注意看到没有？肉的一个 O 不见了，那个肉子的 O 不见了，放在饭的，那个 O 放在下面，才会真正的发现真正的有东西。你如果这个失掉的东西，你的 O 不敢给它失掉的话，永远的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相对的，彼得是耶稣的第一个门徒啊，也看过耶稣身上变貌啊。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也是在客西马尼园一起祷告啊。那耶稣感情深厚啊。耶稣问主，你往哪里去？主说我要去的地方哦，你没办法去的。我去的地方是哪里？当时他们连想都不敢想，耶稣就要被钉十字架。如果今天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你吓得要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我要去的地方你不可能去的。所以耶稣跟他讲，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没办法去，但是后来你要跟我一起去。后来是什么？彼得在罗马被钉死，然后依照那个史书所记载，彼得跟皇帝讲说，我没有资格跟我的先生同样正面钉十字架，把我倒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正面就已经很痛苦，又倒钉十字架，就是一个人的心完全的改变。所以舍命，但是约翰13章37节讲说，耶稣说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彼得讲什么话？
先生啊，你怎么讲这种话？我愿意为你舍命呢。我在座很多人对他熟不熟？我在这里谁拆解我？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在这里请拆解我。讲归讲，那叫做乞家下大冤呐。迄个做乞家吼，担大冤你就担下个。乞家下大冤，比得摕这大冤，像咱定定讲，我要替主做工课，我一定足认真做。偌久？其实我们教会有很感动的事情，主日学的老师很感动。我们在做礼拜，他们在上面教小孩，搞不好5个老师2个小孩，为那2个小孩值得。我们等我们在那边教育，在那边查经哦，有宝仙姐跟那个世基兄2个人在那边啊算账，默默的在那边算账，有没有谁理他？没有。我到现在都觉得很惭愧，5年来哦，我连一杯水都还没有给他哦。你放心啊，我下个礼拜我给你们拿那个柠檬茶。我们敬拜赞美团啊，你今天看他们这样唱啊，都有时间啊，3点、4点、5点，他们还在这边练。我们走了回家了，他们还在练。他要将最好的呈现给上帝，这个都是我们默默为之而做的安德烈。所以我觉得安德烈是非常值得我们尊敬的，默默为之而做，而不是留一口号，那么背十字架跟随。十字架哈本来是主日的记号，现在十字架变成救赎的恩典了。我们还有2个地方用十字架，第一个地方在哪里？医院，有没有各位看到没有？医院那个蛇就是摩西的蛇哦，有空你再看摩西的蛇。医院里面救身体的救治也是用十字架，还有一个叫什么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是做什么？只要有灾难的地方的救治，也是十字架。十字架变成一个我们很多人应该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那个约翰卫斯理跟他弟弟查理卫斯理创设一个卫理公会，其实卫理公会是4个派系所组成的了。现在我们不谈他们教派的问题。那约翰卫斯理信仰很虔诚，有一天在做梦的时候，突然天使就带他说我带你去天堂跟地狱看。约翰卫斯理说好啊，就到地狱。那耶稣就说有没有我们卫理公会的人？有啊，那批人在地狱，那批人是卫理公会的。有没有长老会的？有啊，那批人是长老会地狱那批人是长老会的。那批人是信义会的。那批人是浸信会的，那批人浸礼会的。我们卫理公会的在地狱这么多。天堂有没有？上帝天使就下来，我带你到天堂，到天堂上去，一大票人。他很着急，立刻问他：天使我们卫理公会的人，哪些是我们卫理公会的人？他说没有。哪些是长老会的人？没有。哪些是信义会的人？没有。哪些是贵公会的人？没有。哪些是等等？问到有人说，我们卫理公会没有一个人上天堂哦。天使笑一笑说错了，天堂没有分派系，天堂只有耶稣一派而已。天堂你问他什么公会什么派长老会，天堂的人都笑一笑。我们天堂只有一个派，全部在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一个派而已。我们也一样我们是长老会没有错，但是我们应该所有的信主的人都是我们所欢迎的，都是值得赞美的。你有什么？我们长老会比较骄傲，我们长老会的信仰才对的，你信任信仰不对，你有什么资格讲这种话？只有主有资格。所以卫理公会的那个约翰卫斯理只有赶到救下，就我们要跟随耶稣。跟随耶稣你是有条件你觉得容易吗？跟随耶稣当初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大学的时候跟随耶稣，真的是一股的热忱，年轻人的热忱。二边徛咧一直冲哪里去四界去传道反正咧大学生，以前大学生算比较热门的大学福清的安尼四界撞去感觉以前咧传福音开设教会足紧的，联合教会是我们开设的。
在大四的时候就开始联合教会。以前都觉得很容易耶，现在好像找一个人来信主很难哦。以前很容易耶，啊，伫个家带好，然后就跟你到位啊，啊，就也未较无输吼，伫中央到位，啊，迄个王章这个王进嘛是伫中央到位，好哟。你也未较无输哦，你也听讲到过吼，你无信主嘛信主。你把心跟了，该讲的你真的是打动到你的心了、啊，现实充满你的心中啊！真正你会觉得说有这么好的牧师，其实容易不容易，也很容易，也不容易啊，看你舍不舍得。等你舍得自己放下自己以后，你会发觉到你得到的更多。那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为了好处来信主的话，我劝你不要来信主。但是信主有没有好处？一定有好处。讲说，如果不是我爸爸出来，我爸爸妈妈出来传道，大概不会有我们3个小孩，一个当地的董事长，一个当法官，一个是西北大学的物理博士，研究草稿的，在大英百科全书里面还有他的名字。我们3个本来是很落魄的人呐、虽然那个当法官的比较没有用，可是3个也很落魄。我们小孩子也没有差到哪里，只要我们持守着我们的信仰，上帝真的会祝福你。不是说以后讲到遥远不可及的永生，而是现在你就看到上帝的祝福。你看那个马坚博士的子子孙孙，上帝大大祝福人家看了怎么样？哎呦，咱都拜拜啊！干那恁呢？咱规个7月15吼，我当院长7月15都用一段拜拜。第一单啊，佫甲我讲啊，院长啊，咱咧拜拜，拢嘛院长做主持诶。第二单无人敢来讲，拢知影基督徒，拢无人叫去拜，啊，就家天主家己去拜拜了。所以相对的，人家看法怎么样，一定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你当个基督徒，你反而要做好见证啊。当基督徒有保安餐吗？有吗？没有啦。耶稣讲什么？你们在世上有什么苦难？但是下面那句话更重要，让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些苦难。其实，突然我昨天躺在床上一直想说，真的呢，真的呢，有没有苦难？有，而且你那苦难比别人更多可是那些都主耶稣基督帮你承担你这些苦难都用掉了。最后一个故事要跟各位做结束，这是一个传说而已啊，当然真的假的还不知道，但是真的有这个教堂。彼得开始传道啦，在传道传很久以后，有有一个叫做暴君焚城录，有没有各位看过这个影片？那个尼禄王就嫁祸给基督徒，要把基督徒全部杀掉，把罗马城毁掉。罗马城杀掉，如果你到意大利看那个竞技场，剩下一半，哇，焚城，都说基督徒看到基督就杀掉，彼得一听到就赶快要跑，从罗马要跑出去罗马城，路上遇到耶稣。耶稣啊，你要去哪里呀？耶稣说你们都跑了，我要再一次去罗马，再被钉十字架。又真的跪下来，我错了，我错了。我一直跟耶稣，耶稣问我上次你爱我吗？我说我一直爱你，我为你舍命，你知道我爱你的。所以彼得立刻转身朝罗马城而去，在那边传道，之后被抓到钉十字架。所以今天有跟你要跟随我吗？跟随我，你要往哪里去？你会被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最后被倒钉十字架那个事情。所以本来有一首诗，圣诗，今天本来要唱圣诗，可是我觉得这首就一直在我心里。我愿意跟随你，将你的话在我的心里。当我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带我走过人生的路，带你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会点我的心，我无五毛的时阵，你带我行人生的路。我们每个人都遇到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不相信你一辈子的顺遂，会觉得有一种很无辜的感觉，但是相对的只会带走人生的路。
爱分享出去。求你照顾我们每一个人，将你的爱跟随着主的脚步。我们跟随脚步，我们失去我们的生命，我们得到我们的生命。若我们只贪恋在世俗的一切，我们反会失掉所有。主啊，透过你当年晚，我的家